来关心即摆地球是愈来愈热，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是望讲把暖化的幅度控制伫1度半以内，这是希望讲会当减少台北极的冰日头扬起。不过呢，最近阁有一份新的研究是显示讲，这个目标恐惊无法度阻止冰层日头扬。全球一直暖化已经是爱重视的问题。根据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设立目标，那全球暖化升温幅度控制伫1.5度以内，就能避免南北极的冰坎因伤过紧造成海平面升悬，冲击人类社会。不过，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就算将其控制伫1.5度内，也是造成海平面升悬，影响恐惊超出人类能负担的范围。Our young generation, when they're having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sea level rise that could be as high as 1 metre per century. And those rates of sea level rise become very difficult to manage and to adapt to. And in fact, one of your only solutions is simply to move people. 专家表示，即麦度控制温度已经是成本上佳做法。那未来海平面一直升悬，必须人类大规模耍起代价是真悬。不过，根据目前全球气候会议讨论进行，各国只对1.5度这目标有共识。目前各国承诺行动依然无法度达到这目标。在法国暖化和气候异常，法国南部真热所在落大水后，部分地区阁是短短1点钟内落250毫米的惊人雨量。原本走路正做滚滚的土水，也淹到汽车满排管道，因为水实在伤过凶，要路面出现破损。Alors non, moi jamais. Je suis natif. Mes parents arrière un parent sont natifs venant de Corse, moi aussi. On n'a jamais vu ça depuis 3-4 générations. Jamais. Jamais. 官方表示，这种大水造成至少3人死亡，其中包含一对80岁左右的老翁婆，因为闪袂赴，被大水冲走，遗体已经找到。公司新闻又派出朋友。